期待本來係甜蜜嘅，後來卻變成苦嘅，點解呢？就係你冇把握好嗰個度。當你對一段關係抱住極高嘅期待時，係注定會換嚟失望同疲累㗎。人總以為多一分期待就多一分保障，殊不知期待多咗就係捆綁。你期待伴侶永遠熱情，朋友永遠忠誠，子女永遠孝順，自己諗下就可以嘅，但千祈咪當真啊！你識得放低嗰啲不切實際嘅期待，關係就會變得輕鬆自在。點樣至可以做到沒有期待？令自己成為一個不缺愛嘅人。你嘅快樂唔依附別人，自然就唔會過度索取，將注意力放返喺自己身上。人之所以會對關係焦慮，多數係因為自己企唔穩，總係想人扶住佢，要靠住人。